本次成果展發布優秀課題研究成果95項同優秀案例30項，集中展示粵港澳聯合承辦賽事嘅創新經驗同示範成果。這些成果體現了我們奮發向上的一個創新的精神，灣區攜手共進的一種包容精神。我們作為廣州市民，對我們這座城市的自豪感，我們的信心更強了。廣州廣播電視台打造嘅共享廚房作為典型案例之一，為媒體提供拎包入住嘅辦公環境同錄播空間，推動粵港澳媒體喺重大賽事報導中實現資源互通。另外，澳門電訊嘅雙萬兆場館方案亦都作為典型案例進行現場分享，通過高速網絡技術為場館通訊提供強力支撐，展現粵港澳喺賽事服務領域嘅協同創新力。固網嘅 5.5G 技術啦，同埋流動網絡嘅 5.5G 技術嘅相融合嚟嘅。咁以及喺智慧應用方面啦，咁啊，譬如一啲賽事嘅設備啊、裁判嘅設備啦，以及喺現場嘅一啲直播咧，亦都係可以能夠得到好大嘅速度提升嘅。廣東賽區執委會聯絡部攜手港澳探索3地3同辦賽機制，完成全運會史上首個跨境自行車賽事。過百名運動員先後6次絲滑通過粵港澳3地口岸，跨境無感通關嘅首次應用，成為本次成果展備受關注嘅範例。前置查驗加閉環管理的一個通關保障模式，另外呢是依託我們構建了五位一體的技術化的管控手段，既確保了整個賽事的安全可控，然後呢也滿足了我們跨境賽事的這個需要。15運積累嘅寶貴經驗將延伸到未來各類跨境賽事中，為推動大灣區高質量融合發展注入動力。需要就是每一次針對不同賽事的特點，可以借鑑這一次的一些經驗，去做一些針對性的研究。咁往後啦，我哋都會繼續去探索，譬如係一啲園區啊、學校啊，我哋睇下可以將雙萬兆可以結合到去乜嘢嘅智慧場景當中，從而去提升佢哋嘅一個發展嘅效益嘅。咁亦都期望咧係藉住我哋之間嘅一個多啲嘅交流啦，可以令到大灣區城市群入邊嘅所有居民啦同澳門咧嘅聯繫咧都係繼續去加深嘅。